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玩呢啲個停止計時器。呢個遊戲呢係要喺7秒內停止啦，即係例如呢個7秒停止咧，即係要比邊一個準啲撳得最近7秒嘅嗰個人就贏到大局啦。所以第一個我贏啦。得6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都好嘅，算好。拍啦，老細。8、4、輸，贏咗啦！浪頭啊啲。
Let's go bro， 0.1 ，Let's go， 耶，贏咗啦 ，Let's go，拜拜，小睇。